欢迎收听11月30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尼希米记5章14到19节，难题中的出路，主我愿意。当我们在一个群体中看见群体中的需要，甚至是缺乏危机，我们是愿意在其中，还是站在旁边看呢？黎巴嫩裔在美国生活的纪伯伦，他是一位诗人，他就说，我愿意同走路的人一同行走，我不愿意站着看着队伍走过。在领受感动中连结一致的行动，每个人其实都有不是看表面看条件的愿意。因着敬畏上主，尼希米说，我愿意与你同心同行。这个你是上主，是这位带领我们让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的主。在诗篇34篇9到10节这样说，上主忠诚的子民哪，要敬畏上主，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，连少壮的狮子也会缺乏挨饿，但寻求上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当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位做酒政的，不仅是回到耶路撒冷成为领袖，带领百姓重建城墙，更是在王的允许当中，在那期间担任了犹大省长12年。而这期间呢，在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好像尼希米他没有领他应得的这些报偿，应得的这些薪水，而是在这其中，他不但减轻人民的重担，还将自己有的向他们来分享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今天经文写到，好多人是150个人呢。这样每一天都要预备1头公牛、6只肥羊、许多鸡，每10天还要供应1批新酒。有的人会说，尼希米能够做到，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有权势的人，早就是一个有资源的人。在人看别人能够多付出的同时，也通常会看见他已经具备了一些别人可能没有的条件和资源。然而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却指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当人都是在看外表的时候，上主真实能够看得到人的内心。你会说，人当然看不到内心啊，也是。然而当我们在时间的流逝，在时间在走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们对一个人真实内心的想法是会越来越认识的。在尼希米记从第1章到今天给了一个很好的注解，也是尼希米他愿意的最核心原因，是因着他敬畏上主。他在今天经文最后说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着你的美意，记得我为人民所做的一切事。他所做的不是求人的纪念，而是求主的纪念。他愿意这样做，是因着他敬畏上主。他敬畏上主，所以他愿意将他有的向人来分享，甚至那他应得的，他也愿意放下。就好像一粒麦子这首诗歌所说的，他愿意为主献上。很重要的是，在这些条件和资源的背后，我们所拥有的是不是一颗愿意为主献上的心？当我们都说主我愿意的时候，不论我们是有的还是少的，甚至是没有的，主都按着他的应许要赏赐我们。就像他话语说的，
敬畏他的人，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很多的时候看见这个群体走在挑战、困难甚至缺乏当中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同走路的人一同行走，不愿意站在旁边看，让我们的心被主来感动，连结一致的行动，让我们的心是出于敬畏上主，也拥有敬畏上主的眼光，看别人看自己都是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与你同心同行。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你承认，很多时候人是看外表，甚至我们认为有人能够做好的事情，能够线上，能够带领大家，是因着他有比较好的条件跟资源。然而在这其中，上主，你不仅看外表，你更是看内心。更重要是，我们在那条件跟资源的背后，是不是拥有一颗主我愿意的心？当我们拥有主我愿意的心，或许我们是缺乏的，主你能补足我们的缺乏；或许我们是有余的，主你又加添我们更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远离比较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让我们的生命是走在主你丰盛的里面，因为你的资源是所有的人当中最多的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你相比。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比较的呢？那我们还有什么会缺乏的呢？那我们还有什么推却的呢？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与我们同行同在，也让我们拥有一颗主我愿意的心。当我们愿意，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所求所想，在人看来是一无所有，但在你看来是一无所缺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能够与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他丰盛的资源，以及他感动你的心，他爱你的心，让你心中满意那主我愿意的回应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下次见。